德牛是西班牙甲墨西哥等等的国家真出名的传统活动，高达已经有要500年的历史。当年拢有18万只的牛伫咧德牛的活动当中去用刣死，不过嘛因为安尼带来要100万的工作机会，还佫有4亿美金的收入。在2022年的墨西哥城，因为动保意识加悬，下令禁止德牛。不过在去年底，最高法院是佫推翻这项禁令。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禁止了后，会影响相关产业的收入。德牛所手提红布，声工牛愈来愈活，紧张的德牛表演，互场边的观众看甲是一直秀出来。墨西哥有要500年德牛的历史，嘛是世界德牛文化的重镇之一。不过在动保人士的呼吁之下，墨西哥法院在2022年的6月禁止德牛的活动，互叫做世界3大德牛场之一的墨西哥广场竞技场，即嘛是有够冷清。Desde los 7 años venía a esta plaza y el hecho de que te quitaran o te prohibieran el venir a esta plaza。但是最近墨西哥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规个变盘，因为动保团体无法度证明德牛会造成随着发生，而且无法度挽回危害，而且禁止德牛会限制相关产业人员就业的权益，决议要推翻德牛的禁令。根据墨西哥国家德牛饲养协会统计，德牛替墨西哥创造20多万的工作机会，包括8万多个直接的工课和14多万的间接的工课。德牛业当年还有要4亿美金的产值。Soñamos con torear, con entrenar, con triunfar en esta plaza, escuchar el ole tan significativo que tiene México, la afición tan bonita, o sea, es un sueño que todos los días trabajamos y soñamos con eso。当初是提案禁止德牛的人士讲袂放弃，因认为讲德牛是残忍猎杀动物的行为，会有暴力影响。Una muerte de un animal porque hay música, una muerte de un animal porque hay mucha gente aplaudiendo. Eso no es una muerte digna, esa es una muerte de un espectáculo, es un sufrimiento innecesario que se le implica al animal。动保团体讲，全世界当年差不多有18万只公牛在比赛时阵死亡，因联合倒牌的政党议员，讲是会拼命抗争，让德牛的禁令搁一摆实施。公司新闻讲无变译。